目前住在伊斯坦布尔的艾赫梅提·阿卜杜拉向克里米亚通讯社透露，因为他在土耳其读大学，他在东突厥散的家庭被中国当局非法逮捕，有的被判入狱。他表示，他于2017年来到土耳其，一段时间后，他与家人的联系中断。他说，一方面担心家人的命运，一方面受到精神压力，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。到2019年，他通过间接渠道获悉，他家有4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。他说，我父亲和哥哥在集中营拘留大概4个月后被释放，但是我的母亲和姐夫被拘留2年，然后被判处徒刑。我母亲哈吉阿尔古里努尔是一名家庭主妇，被判处14年徒刑。姐夫伊里亚斯·托尔勋被判处19年徒刑。他表示，我姐夫有3个孩子，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。河南省拥有大量回族居民，严重遭受伊斯兰教中国化行动的打击。这场行动让全省的清真寺看起来更像中国样式，甚至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。据香丘市一宗教人士透露，中央命令河南省1000多座清真寺都得改造成中国化样式。之后，香丘市民权县5处清真寺遭到强行改正，香佛党清真寺、胡吉乡清真寺都在被打击之列。这名宗教人士还说，政府官员威胁说，谁敢抗议或抵制国家政策就逮捕谁。位于该省许昌市安建区的五女殿镇清真寺是一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古寺。今年4月，该寺被宗教局雇人强拆了圆顶和新月标志，整改成了一所中式6角亭式建筑。同时，中共当局在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的框架内，将清真寺转变为中国风格，但为了消除宗教价值，也实施了各种障碍、压力和控制措施。中国近日多地暴雨，汛情严重。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已超过1998年洪水位，破历史高峰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至少有27省受灾，受灾人数已经3400万。位于长江下游的江西省灾情同样严重，省政府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至1级。中国水利部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雅早前表示，鄱阳湖湖口水位仍在上升，预计第2洪峰将在7月15日左右到达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周五公布，该机构派出先遣小组已前往中国调查武汉病毒的起源。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传播。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到中国调查武汉病毒的来源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视频记者会上透露，已经派出2名专家前往中国，与中国科学家合作调查疫情源头。美国驻日本冲绳军事基地爆发61人集体感染武汉病毒疾病事件。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星期六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了有关情况。共同社报道，驻冲绳美军指挥官在和玉城丹尼的电话会谈中表示，已对位于冲绳县中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、普天间基地和汉森营实施封闭措施。由于美国独立纪念日前后，许多美军相关人士前往冲绳本岛中部逛街或用餐，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。